你知唔知你今日晏晝食嗰碟叉燒瀨粉，或者今朝買嗰個外脆內軟嘅菠蘿包，其實可能係半年前喺內地工廠做起，急凍完再運嚟香港嘅僵屍急凍貨？唔係同你講笑，亦唔係嚇你。最近一單喺何文田麵包店發生嘅小風波，無意中撕開咗香港飲食界一個收埋好耐、令人毛骨悚然嘅驚人內幕。原來全香港起碼有60%嘅餐廳、茶餐廳，甚至高檔少少嘅酒樓，一早已經全線淪陷。我哋引以為傲嘅美食天堂，每日擺入口嘅新鮮味道，其實好多都只係工廠流水線化學科技嘅結晶。我哋嘅嘴巴同身體，正一步一步被呢啲科技與狠活慢慢摧毀，而最恐怖嘅係，普通市民根本完全被蒙在鼓裏。呢件事嘅導火線，要由何文田一間望落去平平無奇、街坊街里幫襯開嘅傳統麵包店講起。話說有位住附近嘅街坊，朝早入去諗住買個新鮮出爐嘅雞尾包，點知無意中見到店員喺後欄搬運緊一箱箱包裝好晒，上面印滿簡體字嘅紙皮箱。呢位街坊一時好期望多兩眼，竟然發現張標籤上面寫住速凍熟麵團，而最誇張嘅係個生產日期，居然係半年前，即係2025年11月。街坊當場嚇到呆咗，心諗我日日以為食緊師傅通宵打麵、發酵、出爐嘅新鮮麵包，原來係食緊半年前嘅急凍存貨。呢位街坊將相片擺上網之後，成個網絡瞬間炸開咗。好多人一開始都幫間鋪頭駁火，話可能只係一包麵粉或者醬料啫。但隨住更多行內人出嚟爆料，大家先至驚覺，原來何文田呢間鋪頭只係冰山一角，成個香港飲食業嘅底牌已經俾呢個半年前嘅麵包徹底掀開咗。大家不妨行入依家嘅茶餐廳，有冇發現一件好怪嘅事？以前我哋去茶餐廳食嘢，一入去就會聽到廚房傳出好嘈嘅炒菜聲、斬燒味嘅聲，仲有師傅大聲呼喝嘅火計聲。但依家好多新式茶餐廳，廚房靜到好似圖書館一樣，上菜速度居然快到你落單唔夠3分鐘，一碟熱辣辣、汁水豐盈嘅咖喱牛腩飯就已經擺喺你面前。你以為係大廚手腳快、廚藝高超？唔好咁天真啦！行內人話俾你聽，依家全港起碼有60%，甚至接近70%嘅餐廳，廚房裏面根本已經冇晒需要高薪請返嚟嘅大廚、二廚，剩低嘅只有月薪萬幾蚊，負責將包裝袋剪開，放落微波爐或者萬能蒸烤箱加熱嘅操作員。呢啲嘢喺行內有個好專業嘅名，叫做預製菜或者叫料理包。呢啲預製菜到底係點嚟嘅呢？佢哋全部都係喺內地一啲大型工廠嘅流水線上面，用極高效率嘅機器大批量生產出嚟。不論係梅菜扣月、咖喱雞，定係鮮蝦雲吞，工廠煮好之後，會立刻用超低溫技術將佢哋急速冷凍，然後好似乾貨咁儲存喺-18度嘅冷凍庫裏面。呢啲食物嘅保質期長到你無法想象，半年只係基本，有啲甚至可以放足1年、2年都唔壞。當香港嘅餐廳落單之後，呢啲2年前或者半年前嘅急凍料理包就會經由跨境物流運到香港，平時就擺喺餐廳個雪櫃度。當有客落單，廚房工人就攞一包出嚟，剪開個包裝袋，倒落個碟度微波幾分鐘，加2條烚熟嘅菜，就可以收你60-70蚊一碟港式情懷嘅商務午餐。講返何文田嗰個麵包事件，點解連標榜每日新鮮出爐嘅麵包都要搞急凍？大家只要算一筆賬就會明。喺香港開一間傳統麵包店，代價實在太高昂。首先，你要請一個經驗豐富嘅麵包大師傅。今時今日2026年，一個熟手大師傅嘅月薪冇2-3萬蚊根本請唔到。而且師傅唔係機械人，佢會病，會放假，心情唔好打出嚟嘅麵團質素就會變。再加上大師傅通常要凌晨2-3點就返到鋪頭開始做嘢，辛辛苦苦整到6-7點先有第一批新鮮包出爐。除咗人工，仲有香港高到嚇死人嘅租金。你要有一塊足夠大嘅後欄空間，擺放打麵機、發酵箱、大焗爐，呢啲全部都係真金白銀嘅成本。但如果轉用半年前嘅急凍熟麵團或者半成品呢？成個遊戲規則就完全變晒。
餐廳或者麵包店根本唔需要再請什麼大師傅，只需要請個幾十蚊個鐘嘅兼職阿姐。每日朝早，阿姐將啲由內地冷鏈運到，已經喺工廠做咗8-9成工序嘅急凍麵團由雪櫃攞出來，連解凍都未必需要，直接放進去個小型焗爐度，設定好時間同溫度，冚個掣，15分鐘之後，成間鋪頭就會飄散出極之濃郁、好誘人嘅麵包香味。當班返工返學嘅街坊行過，見到個包熱辣辣、香噴噴，仲標榜住現場烘焙、新鮮出爐，大家就會好高興咁掏錢包買。但邊個會想到呢個所謂新鮮出爐嘅麵包，個靈魂其實喺半年前就已經喺工廠條流水線度死咗。好多人可能會話，超商或者超市都有賣急凍食品啦，只要食落肚冇毒，冇食死人，工廠生產又有咩所謂？最緊要係平，依家經濟咁差，大家都要慳錢啦。但問題正正就出喺呢度，當我哋貪圖方便、貪圖便宜，將自己3餐嘅主導權完全交晒俾工廠流水線嘅時候，我哋付出嘅代價其實遠遠超乎你想象，而呢個代價正正係我哋嘅嘴巴同身體。首先，我哋先講嘴巴，亦即係我哋對食物嘅味覺同埋香港人好自豪嘅飲食文化。你試諗下，點解以前香港嘅茶餐廳會咁出名？因為每間鋪頭都有自己嘅獨門秘方。呢間嘅沙爹牛肉特別濃郁，因為老闆加咗自己炸嘅乾蔥同花生醬。嗰間嘅絲襪奶茶特別香滑，因為師傅撞茶嘅手法同埋茶葉嘅配比有自己嘅心血。每一道菜都帶有廚師嘅手藝同人情味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美食。但當全港6成餐廳都用緊嗰幾間大型預製菜工廠嘅料理包時，你會發現一件好恐怖嘅事。你喺旺角食嘅一碗五香肉丁炆米，同你喺屯門、銅鑼灣甚至上水食嘅味道居然一模一樣。成個香港嘅飲食界正在進行一場無聲無息嘅味覺大清洗，所有食物嘅味道都被標準化、公式化。工廠為了要迎合大眾市場，而且要遮掩急凍食材本身流失咗嘅鮮味，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喺調味料上面落重藥。呢個亦都直接引申到最核心嘅問題，我哋嘅身體。你試諗下，一個包裝好，可以擺放半年甚至1年都唔變質、唔發霉，味道仲保持到咁濃郁嘅料理包，裏面到底加咗幾多化學物質？為咗令到急凍咗幾個月嘅肉質食落去仲係好滑、好有彈性，工廠會加入大量嘅保水劑、磷酸鹽，為咗維持嗰種好似新鮮煮出嚟嘅色澤，會加入各種色素同抗氧化劑，為咗令你條舌頭覺得好食、好惹味，更會毫不手軟咁倒大量嘅味精、高鈉調味粉以及高純度嘅果糖。我哋每日食呢啲工廠化學成品落肚，我哋嘅身體會變成點？當你30歲、40歲，甚至去到50歲嘅時候，呢啲長期累積落嚟嘅化學負擔就會一次過爆發出嚟。近年香港人患上高血壓、糖尿病、脂肪肝，甚至各種消化系統癌症嘅年齡層，正在以一個好驚人嘅速度向上或者向下蔓延。以前好多慢性病係去到60歲、70歲先會出現，依家好多30幾歲嘅年輕人，份身體檢查報告一出嚟，已經成堆紅字。大家成日埋怨話依家返工壓力大、空氣差，但大家有冇認真諗過，其實摧毀緊你健康嘅最大元兇，好可能就是你每日自以為食緊，其實係半年前流水線產出嘅1日3餐。而且呢個現象最令人感到悲哀同憤怒嘅，係資訊嘅完全不對等。如果有一間餐廳清清楚楚喺門口貼張告示，上面寫住本店所有菜式均為預製急凍料理包，生產日期為半年前，經微波爐加熱後上台，收費60蚊。如果佢咁寫，而你作為消費者貪佢快，知情之下選擇入去食，咁樣完全冇問題，一個願打一個願挨。但依家全香港6成淪陷嘅餐廳，冇一間會主動話俾你聽。佢哋依然用最精美嘅裝修、最漂亮嘅燈光，menu上面依然寫住大廚推介，即叫即蒸，每日新鮮到貨。佢哋用欺騙嘅手段，將成本幾蚊嘅工廠急凍貨包裝成充滿匠人精神嘅手工美食，
然後用高昂嘅價錢賣俾香港人。呢種做法，直情係對消費者嘅一種欺詐，亦係對香港飲食文化嘅一種侮辱。造成今日呢個局面，到底邊個要負最大嘅責任？係咪全怪班餐廳老闆無良？如果你深入去了解香港飲食業嘅生存困境，你會發現這是一個結構性嘅悲劇。喺香港開餐廳，有三座大山係永遠搬不走嘅。第一係貴到離譜嘅租金，第二係年年上升嘅人工，第三係極度缺乏嘅人手。喺2026年嘅今日，香港嘅地產商或者大業主依然加租加得好狠。一間茶餐廳每個月賺返嚟嘅錢，可能有一大半都要用嚟交租俾業主。喺呢種情況下，老闆如果要生存，唯一可以壓榨嘅就只有食材成本同人力成本。請一個大廚要3萬，請個洗碗阿姐要萬幾。如果轉用料理包，廚房甚至連洗碗嘅功夫都省返好多，因為連鑊都唔使洗，只需要洗個微波爐盒，人力成本即刻減咗70%。再加上預製菜嘅損耗率接近0，新鮮買返嚟嘅肉同菜，如果嗰日冇客嚟，擺2日就會爛，就要燶，呢啲全部都係蝕本。但料理包擺喺雪櫃，今日無客就擺到聽日，聽日無客就擺到下個月，甚至擺到半年後都一樣可以賣。喺如此巨大嘅利益誘惑同生存壓力之下，一個又一個嘅餐廳老闆，最終選擇出賣靈魂，向工廠流水線低頭。結果就變成一個極度畸形嘅惡性循環。餐廳為咗慳成本，轉用半年前嘅急凍貨，市民食到條舌頭越嚟越麻木，身體越嚟越差。而真正有心堅持每日用新鮮食材，堅持自己調味，用心去做好每一道菜嘅良心小店，卻因為成本太高，利潤太低，一間接一間咁倒閉。當呢啲良心小店全部消失晒之後，成個香港嘅飲食業就會徹底被大型連鎖集團同埋背後嘅工廠所壟斷。到時候，不論你幾有錢，你行入任何一間餐廳，你都只能夠食到流水線生產出嚟嘅化學飼料。聽到度，大家可能會覺得好絕望。難道我哋作為普通市民，每日辛辛苦苦返工賺錢，注定只能夠食呢啲半年前嘅僵屍貨？我哋到底要點樣做，先可以喺呢個被流水線佔領嘅城市裏面，拯救我哋自己嘅嘴巴同身體？其實，主導權依然喺我哋自己隻手度。首先，我哋要學識拒絕盲目追求快同平。如果你入到一間餐廳，發覺佢上菜速度快到不切實際，或者某啲菜式嘅價錢平到完全唔合理，你就要提防。另外，要多啲留意食物嘅質感同味道。真正用新鮮豬肉做嘅肉餅，咬落去係有肉汁、有肉纖維嘅韌度，而唔係預製菜嗰種加咗大量化學粉末，嫩到好唔自然，好似食膠咁嘅口感。最緊要嘅係，如果大家喺生活周圍發現仲有啲堅持每日去街市買新鮮餸，堅持自家手作，後欄仲傳出籠籠炒菜聲同斬雞聲嘅傳統老店或者良心小店，請你唔好嫌佢哋上菜慢，亦唔好嫌佢哋地方不夠精美，多啲去幫襯佢哋。因為你每一筆嘅消費，其實都係為你想要嘅世界投下一票。如果你唔想你嘅下一代由細到大只知道料理包嘅化學味道，唔想我哋嘅身體被半年前嘅急凍存貨慢慢搞垮，咁由今日開始，睜大眼睛，認清你擺入口嘅到底係食物，定係工廠流水線嘅化學成品。好啦，今日嘅題目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